下嚟到羅湖，我希望我唔使搭地鐵去第二個地方，今日可以又喺度玩，又喺度食。究竟有冇咁豐富嘅節目呢？呢條片就話俾大家知。去茂業天地撈鮮門食海鮮火鍋，親身體驗靜軒養生館嘅中式按摩3小時，去埋奇歡食廚師發辦，同場加映丹桂軒片皮鴨，仲係咪咁好食？出咗羅湖口岸上2樓就會嚟到呢一層，呢度有好多唔同嘅鋪頭，有口腔護理、快遞、按摩店，跟住呢個方向直行就會去到羅湖火車站美食城。美食城已經開咗幾個月，睇得出人流唔算好多，大部分都係食肆。我哋今次行嚟呢一度，最主要係因為丹桂軒已經由羅湖商業城搬咗去羅湖火車站，我哋諗住去丹桂軒飲早茶。原來呢一層唔可以直接去丹桂軒，要由地面另一個入口入去。今日係星期六，上晝大概10點零鐘，已經人山人海。新開嘅呢一度同以前比，個裝修有啲唔同，比較踏實咗，冇咁華麗。不過個面積就大好多，樓底亦都好高。實在太多人排隊啦，所以我哋就冇等到，下次再嚟食，睇下佢食物質素有冇保持水準。我哋今日嘅計劃重點，我哋就喺對面嘅茂業天地，睇下可唔可以玩足一日。如果大家唔想行路面，都可以喺火車站一出E2出口，跟住呢個方向就可以到茂業天地。茂業天地嘅商場有4層，最低一層未開，聽講會開超級市場。入到商場，好多人會派39.9個1小時足肉肩頸按摩，我哋好有興趣，一陣間食完嘢走去試下先。呢個商場最出名嘅食肆就係撈鮮門，我哋好彩啱啱去到都有台。呢度嘅營業時間係上晝11點至到凌晨1點，今日有6-8折，唔需要限時。安排咗座位之後，首先就喺小程式要點湯底。點好湯底之後，就可以隨意去攞你鍾意食嘅嘢啦。每款食物都會列明價錢。呢一度係肉類區，仲有刺身，唔同種類嘅生果，海鮮類嘅食品，你揀好之後就交俾店員，佢幫你清潔好，再交返俾你。好新鮮啊！哇！呢度重點係食海鮮，佢嘅海鮮有好多唔同嘅種類，你鍾意邊碟就揀邊碟。成隻手咁大啊！鮑魚都成隻手咁大啊！仲有榴蓮同埋好多種嘅蔬菜。飲品方面，佢除咗有凍飲之外，仲有室溫，又有啤酒。醬料區都有好多唔同嘅款式，你鍾意點樣溝都得。我哋嗌咗2個湯底，一個係花膠雞，一個係胡椒豬肚。重點我哋嗌咗海鮮，有手掌咁大嘅生蠔，仲有鮑魚、蟹、星子。有手切牛肉、蝦同埋清遠雞添。究竟呢一餐好唔好食？食完再話俾大家聽，同埋幾多錢？臨尾啦，我食埋呢個軟雪糕，咁今餐我就再報告俾大家呢個究竟好唔好食。不過首先試下個雪糕好唔好食先。淋滴滴啊！今餐嘅海鮮好抵食。尤其是隻蟹好好味，其他食物嘅質素都好好，
埋單打咗折之後，大概係人民幣290蚊。我個人覺得好抵食，唔怪得知成日都大排長龍啦。食完海鮮，我哋就諗住去試下1個鐘頭39.9足浴加肩頸按摩。有幾間鋪都有做呢一個推廣，不過再問佢有冇小費收，佢哋又唔係答得好清楚，比較含糊。我哋最後就冇試到。如果有朋友試過係真係明碼實價嘅，歡迎你留言話俾我聽啊！喺茂業天地商場裏邊，除咗肩頸按摩，仲有頭療、面部護理、彩儀、口腔護理同埋髮型屋。大部分嘅店鋪都會講清楚俾大家知嘅收費同埋服務內容。除咗中式按摩，仲有呢一間泰式按摩。我哋喺呢個商場行咗幾個圈，最後尾我哋揀咗最大間嘅靜軒養生館，體驗一下中式按摩。我哋就俾咗158蚊2個鐘中式按摩。店員話因為新開張期間可以再送我哋60分鐘大堂服務。不過佢講清楚，如果我哋係參加120分鐘嘅服務，就要俾小費最少100蚊。60分鐘雖然免費嘅大堂服務，都要俾小費最少係40蚊。加埋小費3個鐘係298蚊。養生館嘅裝修較為務實，整體乾淨企理，冇煙味。因應唔同嘅服務，都有唔同嘅房間提供俾大家。好似呢一間就係頭療服務，店員話呢一間就係愛馬仕 VIP 房，可以分開2間房，仲可以打麻雀。呢間呢就係雙人嘅中式按摩房，仲有額外收費嘅卡拉 OK 房。女更衣室嘅面積都唔係好大，lock架亦都唔算好多，不過就有一間桑拿房。今日我哋2個人嚟中式按摩，不過因為啲房full咗啦，咁所以就俾咗個3人房我哋。技師做足2個鐘，冇偷懶，我哋做埋1個鐘大堂服務，差唔多6點鐘，順便睇下自助晚餐有乜嘢食。就餐嘅地方比較細，食物提供4餸1湯，白飯任裝，味道都唔錯。宵夜嘅食物都係呢幾樣。如果大家想喺度過夜，記得提早同店員溝通，方便安排。養生館大部分都係香港人，同佢哋傾開偈，佢哋都讚呢度嘅服務唔錯，我都有同感。我相信我會再嚟消費。茂業天地除咗撈鮮門之外，其實仲有好多唔同嘅食肆俾大家揀，有中菜、客家菜、燒烤、潮汕牛、日本菜，好多嘢食。目測成個商場都有10幾20間食肆。最後我哋就揀咗成個商場唯一一間嘅日本餐奇歡食廚師發辦。呢間餐廳係冇預約嘅安排，一定要自己排隊入座。佢分別有2個時段，11點半至到下晝2點，另外就係晚上5點半至到9點半。餐廳嘅裝修比較簡潔，大概有4至5位師傅。我哋就食咗佢嘅套餐，再加一份新開業優惠19.9嘅鵝肝手卷。一坐低，最吸引我眼球嘅就係我面前呢一隻愛馬仕碟，我仲好八卦咁睇下佢係真定假。上菜之前，師傅會了解我哋有冇特別嘅喜好同埋要求。佢個薑呢，仲放咗柚子喺度㗎，味道好特別，多咗一重口感。呢個第一個菜係黑松露茶碗蒸，呢個係第2個菜低溫慢煮章魚。
呢一個係吉列凡納貝，呢個係無花果醋凍。呢度係三文魚、赤身同金鯛。呢個係左口魚。呢個係星鰻。呢個佢係招牌飄雪澳洲劍魚腩。呢個就係佢呢度嘅特色海膽甜筒。呢個就係鵝肝啊。仲有一個海鮮魚湯。呢個係抹茶冬甜品嚟嘅。差唔多尾聲，佢仲送咗一份吞拿魚魚蓉手卷。我個人覺得每款菜式唔算突出，魚生係新鮮嘅，不過海膽甜筒同鵝肝手卷就冇咩驚喜。最有印象應該係無花果醋凍時令嘅菜式，有記憶點。我哋食咗個零鐘，埋單大概港幣700蚊兩個人。整體感覺、味道、食材、擺碟都係普普通通，回頭指數應該唔高。食完飯諗住剪埋頭髮先至返香港，優剪原來係要喺網上預約。另一間佢嘅模式同埋價錢都同香港嘅差唔多，如果同香港差唔多我就唔使喺度剪，所以我就冇剪到。回程順便行去羅湖商業城望下，可能好夜啦，人流唔算好多，都仲見到好多賣 A 貨嘅鋪頭。今日喺貿易天地消費咗一日，只係剪唔到頭髮，有少少失預算。全日嘅節目輕輕鬆鬆，唔知啱唔啱大家呢？片頭應承咗大家一定要嚟丹桂軒試下佢嘅片皮鴨好唔好食，所以第二日我哋決定再上嚟食佢嘅片皮鴨。晚市同飲茶時段嘅人流差好遠，片皮鴨298蚊一鴨兩食。片皮鴨嘅味道保持水準，如果佢嘅包皮可以薄啲會更加好。配菜除咗青瓜仲有菠蘿片，幾有新意。另一食我哋就要咗炒鴨鬆生菜包，呢個味道我唔中意。我哋後加一個炒麵，個味道又幾好食喎。成晚我覺得最好食嘅係佢免費送俾我嘅清補涼糖水。片皮鴨係丹桂軒嘅必點菜式，但係佢嘅味道同我想象有啲差距。臨走時，店員提醒我可以憑丹桂軒嘅收據上6樓眼鏡城換太陽眼鏡一副。6樓眼鏡城嘅面積都好大，有好多唔同種類嘅眼鏡，有機會我都會慢慢再去睇下。如果大家鍾意我呢條片，歡迎大家 like、comment、share 同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 啦。